以道自見，釋經靈修。40天，馬太福音4章2節，路加福音4章2節。他禁食40晝夜，後來就餓了。40天受魔鬼的試探，在那些日子，他沒有吃什麼。日子滿了，他餓了。40日究竟係長定係短？呢個問題嘅答案，或者唔在於時間本身嘅長度，而係在於我哋點樣去經歷呢段嘅時間。對於嗰啲喺生活忙碌奔波嘅人嚟講，40日可能係一個好快過瞬間即逝嘅日子。然而，對於嗰啲喺試探同埋掙扎當中嘅人嚟講，40日可以係一個好漫長，好似無止境嘅旅程一樣。耶穌喺呢40日裏邊，正經歷一個非常之深刻嘅經驗。聖經記載，佢喺曠野禁食呢40日裏邊，面對住試探。呢個並非僅僅係時間嘅流逝，更係一個關乎於生命本質嘅訓練。呢段時間裏邊，對於道成肉身耶穌嚟講，唔單單僅僅係日曆上邊嘅40日，而係一個同時間本身對話嘅過程。耶穌本來唔係俾時間束縛嘅上帝，卻選擇進入時間嘅框架裏邊，進入人嘅歷史裏邊，去經驗、去感受每分每秒嘅重量。我哋或者可以問自己，40日對我哋嚟講意味住啲乜嘢呢？係短暫嘅過渡，定係漫長嘅等待呢？有人講過，呢個貌似平淡嘅20分鐘，卻係讓我哋徹徹底底嘅經驗一種平淡卻神聖嘅震撼。時間嘅長短並唔在於佢嘅數字，而係喺我哋嗰個點樣去經歷當中揾到佢嗰個意義。耶穌嘅40日正係一段充滿住意義嘅時間，唔單單係佢自己個人生命嘅試煉，更係對我哋每個人好大嘅提醒同埋啟示。或者40日嘅意義在於佢提醒我哋，時間嘅本質並唔係屬於佢嘅長短，而係我哋點樣去喺當中去活出生命嘅價值。耶穌喺曠野當中嘅40日，讓我哋見到，即使係最艱難嘅時刻，時間都可以成為我哋同上帝相遇嘅空間。呢40日對耶穌嚟講，唔單單僅僅係試探嘅日子，更加係佢同天父親密同行嘅時刻。弟兄姊妹，或者我哋每個人都應該問自己，喺我哋生命之中，呢個嘅40日究竟係一個時間嘅流逝啊，抑或係一次又一次同上帝相遇嘅機會呢？以道自見，釋經靈修係由建道神學院推出，作者陳韋安，播音葉清、陳韋安。